伫台湾驻日本代表謝中庭、日本台湾交流協會代表甲日本土浦市議長、副議長等人的見證，台南市長黃偉哲甲土浦市長安藤正理子7號透過視訊正式簽署友好交流協定，雙方結名為友誼社區。市長黃偉哲表示，台南甲土浦伫農業、觀光等等有真濟共同發展的焦點。嘛，期待這個結名，和兩市交流加感情加溫，能夠讓這個土浦市跟台南市能夠有更進一步的文化物產交流，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。同時，我們知道土浦市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國家自行車道，而台南也有山海鎮的國家自行車道，我們都很希望說能夠有一個借着自行車借着觀光旅遊，借着物產交流，借着文化交流，來進一步能夠促進我們民間的友誼，這點是我們非常努力也非常樂於看到的。也謝謝土浦市，我們也謝謝駐日代表處謝大使，還有謝謝我們高雄事務所我們古田副所長，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來促進台灣跟日本的一個這個雙方的民間交流。台南甲土浦兩市的交流，嘛是 COVID-19 疫情過後，台南第一個日本友誼的社區。兩市的市長嘛佇簽署儀式過後，手提協定，甲對方社區的吉祥物來翕相留念。台南新聞綜合採訪報道。